以及問校長為我哋每一位畢業生準備畢業服。更要感謝簡校長、各位老師為我哋帶嚟一個五味雜陳嘅中學生活。無論冇咗你哋邊一個，相信我哋嘅中學生活都會少一番滋味。在座嘅同學喺今個學年都聽過好多次最後一日呢4個字，可能係考試嘅最後一日，可能係學期嘅最後一日，亦可能係暑假嘅最後一日。但係又有邊一日嘅心情咁得成今日中學生涯嘅最後一日呢？想當初懵懵懂懂，曾經淨係識得望住個鐘上堂就等落堂嘅我，今日終於都要同各位中六同學一齊離開母校。得如其來嘅疫情，令到我哋失去咗好多相處嘅機會。相信唔少同學心裏邊一種成長。學校嘅硬件配套未必一定係最好，但係我哋嘅老師就絕對係頂級嘅良師。仲記得曾經去過嘅遊學團，帶隊老師喺我哋玩得盡興嘅時候，總係默默守護住我哋嘅安全，又不惜犧牲自己嘅私人時間嚟照顧同學。亦有啲老師甘願成為故事中嘅華人，將一個好高嘅標準放喺我哋身上。有時達唔到預期俾人鬧嘅時候，我會諗，老師，我覺得我做唔到。但係諗深一層，老師無非都係想我哋突破自己啫。呢一刻可能會有每一個老師你特別感謝佢，亦可能會有每一個老師你依舊埋怨佢。但係請同學唔好忘記，無論再大嘅風雨喺我哋身邊嘅，始終都係我哋嘅老師。各位老師，多謝你哋。今日雖然叫做最後上課日，但係並唔代表我哋可以鬆懈。希望同學可以將遺憾與不捨留喺今日，將期許與決心帶去明天，衝破暫時人生中最大嘅挑戰。樹高千丈，落葉歸根，今朝一別，往後我哋一齊再聚校園。最後，我謹代表全體中一級同學感謝圓圓一中為我哋嘅付出。喺呢度祝願各位來賓、老師工作順利、身體健康，亦祝願學校校譽日隆。多謝大家。